惠山古镇历史悠久，古迹众多，文化底蕴丰厚，号称无锡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。有很多那个名人故里。惠山古镇和西汇公园可一并游览。公园里有著名的寄唱园，这地方属于啥？孕育出二胡名曲、二泉映月的天下第二泉等景点。所以说这些名人都在这儿。惠山古镇集人文之萃，得山水之美，千百年来一直是本域民众的精神家园和游历之地。核心保护区内，祠庙文化、名人文化、泉茶文化、园林文化、泥人文化等汇集于此，素有露天博物馆及文化宝库之美誉。惠山古镇景区自古以来以江南第一山、西山晴云、圣地名泉而闻名于世，风景资源独特灿烂。这里不仅是一个地区、一个城市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最好的见证，也是历史文化价值、精神家园的一大体现，更是真实体验老街现实生活的极佳之所。就那毛的。庙这是。就往沿这条走的，不能全走全了，留着你以后再走。老舍茶馆。哎，空运机是在不在这儿？空运机在哪儿？在哪儿吃的？空运机在哪儿吃的？空运在绍兴。空运机没上这，空运机没上这儿来。没上这儿来。空运机那时候穷。没钱坐车。没有钱坐船。门口这玩意儿啥？卖东西的吗？门墩儿。马文素公司。没有，俺家是。对。哎，听说你要是这么看的话，不是每个城都能看到，这条街得来个几次。这个小楼叫它这么排。怎么小时候那么乖，现在怎么那么不听话？然后我妈又在劝我说：“哎呀，有几个孩子。”这里面有个社区，我看两个老大了。关键是流浪。这边哪个吧？中城的呀。
唐张中诚。哦，张中诚是谁？叫张什么？张居正。嗯。啊，明朝张居正啊。拿点什么？他说的是真的。你看你妈多懂我。打不你费，管他真假。现在都是假的。呀，这下磕了。啊，对，这是老的，都是老宅子。哥们儿，这才是老宅。对。他们宅子那天我可看了，往里头穿一块儿，都往里套一块儿。哎呀妈，这是大户人家。这是大户人家。完了，宅子多宽还有说的。诺亚方舟。这啥？会喝粥？对，你们要喝粥吗？金山早点。小龙。看到吗？小龙挺好吃。但是咱真的小龙24、80，家小龙。哎，这玩意儿是这块的特色。你看这镇子里头一点树，看着多好看。网上说要么吃这家，要么吃这家。这有一个。二载夫子庙。这是1930年的。还有个这家。1930年。梅花糕。哦，这个也挺老顶了，也是糯米的那种。怎么弄？啊。就这么说吧，只能一人咬一口，剩下根本吃不了。对。大概吃过一次。这是南京的一个零食，就是自家的。嗯。哦，变成这种情况。酱品店儿。这个好像是中华老字号。酱菜儿都是。酱油。酱菜儿。粉三样。哎，这东西这东西咱不知道。对呀，南方人用的食材咱都没见着过，没听说过。戎马归隐老酒庄，哎呀妈，这名起的太，卖酒的起的太大气了。对呀。这是无锡。戎马归隐。戎马归隐，这下边这几个起啊，家风家训吧。车款28元。特价3.9一杯，原液真奶这玩意儿真正减至8元。网红报考跟不想减一人吃3斤就是一人行。这是老艺人。对对对，会山艺人。花黑山老爷也挺有名的老艺人啊，老铁锅。颜色的呢？再老的话，那也是。这条街太逛吗？你掐着点儿，反正。还是说咱现在去南长街？你掐着点儿，你掌握，反正交给你了。要3点。那3点该去了吧？咱去南长街呀。行。感觉还是看看那个白天的水。行。这边还是说没有水。嗯。南长街在哪儿？是昨天去的吗？对。闻那个味儿就是你刚刚吃那个饼。哟，这块排队呢。油站子，都买油站子。油站子就是炸花花呗。对，我买的是炸花。啊，就那个细丝儿那个。金秋时节，来到惠山古镇，你到小记是买卖，天天人在这上面的小条线，窗户。嗯，这是老亮妈妈。这新刷的油。
这个街道就是看着很干净，很绿的。嗯。它一个是空气湿润，再一个它是雨季的时候下雨下的频，它每天收拾这个频。这小泥人其实也挺好玩。看吧，他们这个特色是这样。你是不是也在找？嗯，我看一眼，看小人儿。明白了。一样的吗？爷爷，我买了，你看这么多家店，你都没有看见。这怎么着？35一对。这个是。嗯。这个呢？一样的，但是一个价，大概400元。小脚儿不要。啊？不要。行吧。嗯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打针上来160。